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2019年的5月24是台湾人权史上重要的一天。司法院释字第78号解释施行法，也就是外界俗称的同婚专法，总算落实宪法保障的婚姻的自由甲平等权。互同性伴侣会当为即天开始，代代方方行入去户政机关合法登记结婚。台湾嘛将做全亚洲头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。伫咧台湾各地，咱用镜头记录真侪同志伴侣幸福成婚的感动人的场景。伊嘛希望甲所有的人分享这个真无简单才得到的幸福。几百间国内外媒体大场面透早就伫台北市信义户政事务所伫等，因为2019年5月24这一天，全世界拢伫看。对同志新人盛装打扮，前后入场登记，同婚倒数机嘉伟更加穿伊的制服红西装到现场祝福新人，献上最深的祝福。其中列手最拢捌办过结婚典礼甲仪式，只是这礼拜因摕到的是真正有法律效益的结婚证书。经过这久的等待，这个时刻总算实现啊！今天我可以就跟大家，然后在这么多人面前。坦荡荡的说我们要结婚了，我们是同志。我觉得我很幸运，我们很幸运，然后也很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。在困难的场合，我们其实同志们应该是就走了一辈子吧，所以就是终于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然后从来没有这么阳光过。我刚刚在办手续的时候，其实只要3分钟。不过这条路我们走了10年，同志团体走了好几十年。一眼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将来会跟他结婚。然后，当然那只是一个梦想。那现在这个梦想实现了，就是一如往常，我觉得我会永远爱你。头伫会馆身穿白色的新娘衫，出名的作家陈雪甲另外一半秀兰，真大方提出因的身份证，会使结婚不再只是梦想。伫高雄新兴区户政事务所，有12对的同性伴侣来登记结婚。一对一对的新人，表情拢是幸福欢喜。2019年5月24，台湾人权史有全新的一页。今日同性伴侣嘛为即刻开始踏上幸福的起跑点。同志伴侣反而甲过档的，更加抱着7个月大的宝贝后生，做伙来见证因的婚姻。两人登记结婚，嘛使依照专法办理继亲受用。目前内政部的说法是说，身份证上面会写母跟养母。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修正通过。卡艺术推同性婚姻专法伫2019年5月19日下晡3点27分，告诫不再恐同志这一天，台湾为人权踏出重要一步。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，变成亚洲头一个允准同性婚姻的国家，几十万人感动流目屎。依照大法官释宪甲全面公道的结果，专法总共有27条，关键的条文是年满18岁共款性别的2个人，会使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，成立具有亲密性甲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，向户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，收养他方之亲生子女的时，准用民法有关收养的规定。同婚专法和同志权益向前迈进一大步，只是像跨国婚姻甲收养，依然有需要克服的难题。结婚是爱情的坟墓，那你至少要跟喜欢的人一起进坟墓这样。然后我蛮期待，就是同志的结合，2个男生2个女生可以走到一个更平等的性关系，可以打破原本的很多可能姻亲啊、亲家之间的限制。对，我觉得这会对传统的台湾的婚家的文化有一个很大的改善。跨国跟那个无血缘收养这2项还要继续努力，不能说10分理想，只能说8分理想。我认识这一天，虽然依然有真侪同志伴侣，因为社会压力依然唔敢公开，不过落雨了后总是有好天的时阵，期待每一对伫爱内面的人，拢会使踏上彩虹，幸福成家。头一对伫信义户政事务所完成结婚登记的同志伴侣，30岁小明甲31岁小贤，两人已经将情到即摆已经交往11年半。2018年1月份，小明做出这世人上爱重大的决定。
受曲的同时，小贤依然真欢喜。2018年，小明伫歌手蔡健雅演唱会上求婚，两人伫当地款就咧随穿起来。其实因真平凡，回归日常生活。小明是服装店的头家，小贤是开间糕店是汤花老师。即马行入爱情的梦，两人感情安怎保持新鲜？增加一些小小的一些乐趣、新鲜感。像我们可能会，今天好，我们去约会。然后我就说，小明，我们今天来一个主题，你今天是上班族 look， 然后我是学生 look。对，这样子。对，就像这样子，对，就是一些小情趣，我觉得是可以是增加彼此感情的很棒的调味剂，我觉得是这一个。小贤乐观天真，充满活力。小贤是较定调、较有心。思想嘛较自由自，两个人互相扶持，这份坚持嘛打动彼此的家庭，献上祝福。到了求婚的前1个月，我才跟妈妈出柜。其实我觉得家人就是比较会担心你未来的日子有没有人照顾你，所以其实我家人方面是还蛮支持我的。交往1年之后就住在我们家了，其实就是潜入他家住，潜入他家，而且他也是真的很会，就是讨妈妈开心，你知道，吃完饭就直接把碗盘都收好，直接去后面洗起来了，然后拖地开始这样子，都做得很好，很到位。他要哭了啦，你看，哪有人不爱哭的？婚礼前，两人伫教堂排练。虽然讲是义演，不过已经和小贤目过红红，手捧花，两人充满幸福感。法令要通过的时候，在最近2、3个月的时候，它有明显的逐渐的增加。我不得不说，就是在同志当中，就是他们的细腻程度真的比一般人还多了一点点。我觉得这样很像美人鱼，真的吗？我觉得蛮好看。你觉得是我像美人鱼，还是衣服像美人鱼？你要不要也比一下？大家不会想看。这是真细粒子的哈尼，甲真飘撇的国王，两个人拢是45岁，做伙开一间，甲美国话教室做老师。为1999年开始交往，已经进入第20档啊。决定伫今年9月28，对因上较有意义的教师节，要举办婚宴。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，他说他20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想跟我分手的念头。我说真的，我大概有80次哎。因为我们的生命很 overlap， 简直就是一个这叫什么共同体了，所以我们面对到很多的比较低潮、困难的时候，然后也有很多开心、愉快的时候，我们都一起度过。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，很注重的事情是教孩子尊重跟包容。那我觉得在教孩子尊重跟包容的同时，我觉得也教育了自己。甲国王厝内人的支持比较起来，汉尼为18岁出柜开始，家庭革命差不多唔捌停过。尤其是汉尼因老母，伫发现因两人交往了后，完全无法度接受。唔但收回对两人事业的投资，更加要将因赶出去，做伙度过人生上界黑暗的时刻。即马总算会使半魂见人。法案通过的那一天，我们是有在立法院啊，然后当天淋着雨嘛，然后就是表决通过，觉得非常开心。我当然希望专法能越完善越好，因为毕竟这是人权。我们其实之前也有朋友鼓励我们说，去加拿大结婚啊，去哪里结婚啊？可是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就在这里啊，这是我们的土地啊，这是我们的国家。然后如果今天我们的感情是可以受到我们自己爱的这块土地的认可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2019是台湾的同婚元年，是不是走入婚姻，这同性伴侣总算拥有甲所有人同款的选择权？历史上的这一天，有欢喜，更加有感动的目屎，因的故事咱共同见证。